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4日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用柳洪台扫过台东统计有数十万丛树仔倒去，农损估计有上亿，也有8000外户即马无电通可用。8月23日，沙公投朱立伦、黄国昌宣讲吹票，赖清德强调核电安全是科学的问题，毋是靠公投就会当解决的代志。国检署委托消基会调查建分场所的执行效果，结果显示，无论室内还是室外合格比率拢有94%。好，先来关心的是，这只杨柳洪台呢，已经欢扫过台湾伫台东一寡校园嘛，来传出灾情。亲像伫这个卑南国小呢，就是因为这树仔倒去缀着学校的灶骹。另外，这仁爱国小真出名的单树菊图书馆，这厝顶梁仔也互吹海去。出动重机区一点一点将4棵槐树枝锯长，几丛大树倒伫人行道，甚至将学校厨房的厝顶拢地害，也有边仔囡仔踢球的脚球门也变形。用了风台侵蚀，增强的风势，台东县真侪校园损失惨重。台东市区卑南国小路树已经连续经过3年风台，想要到未动力，用了增强的风势，透早就出动教职员，甲校内地份的囡仔来到山脚清理。脑袋会紧急过来，是顾及学生的安全，然后学生跟一些老师齐力的把校园这样子迅速的恢复原状。因为毕竟我自己本身的话也是做属于园艺造景景观的部分，所以这些重机具啊等等之类的，其实我自己本身就也都有。对，那所以我就是赶快第一时间的话，赶快尽快来处理。另外一边，规排册架啊，甲混乱的摆设，这是台东县仁爱国小有名的单树菊图书馆。风台侵蚀，连厝顶更牛也互掀开场面行人。做后方的这边环保屋还有车棚，那早上来先开，下午的时候又吹回来，但是已经把这个围墙给破坏，而且影响到我们隔壁幼儿园的出入。毕竟要开学，如果学生看到这样子的情形之后，然后如果不慎割伤或怎么样，就会造成又更多的。很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跟问题出来。就连校门口的车牌也规个铁片仔厝拢互掀开，影响边仔幼儿园的处理，还有校园内受方面的铁轨门吹毛落去，估计损失单一个所在就数十万。来跟我们教育处申请灾损。那只要是有关于教学设施设备的，我们都会一律协助到位，让他们都能够在开学前能够顺利的都能够来上课。目前离开校只剩2礼拜时间，各界动员希望还互囡仔安心上课的环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届的这杨柳洪台呢，是伫台东定律县政府统计呢，是有数十万丛树仔倒去。伫咧农村的部分呢，包括着石刻、荆棘，还有柏拉等等，初步估计呢损失有上亿。也那目前全台东也有8000外户是无电通用。风台过了后，台东市有真侪街路路树倒去，早起好天，县府甲市公所参国军拢派出大批人力，伫每一个重要路口的街路清理。也毋过，即摆估计全县有数十万树倒去，复原爱时间。也毋过，市公所有计明仔载会先互市区的街路恢复通行。我们将主要道路跟有横躺马路的这一些树枝树木我先把它让道路先给它畅通即摆风台伫台东县考起15期的强阵风，天马里顶落地，大巴式溪谷、坐落甲龟土骹，这一支谷根本无法度卖，农民心灰白费。也有农民种的金蕉也进入采收期，风台扫过，全部凹长未付秋收。更较惨的是，原本中秋节全国只剩淡薄的笨蛋，全部互风台吹落，农民被哭无目屎。此次这个真的是义不容辞啦，还没有黄台。我讲嘛未慢进嘛无在了无。像现在这样的话，几乎是都没有被收成了。不仅是即将成熟的是落果我们在开花的部分也是全部都打掉了。杨柳洪台即摆伫台东考起15级的强阵风，造成全县有3万外户停电。13下昼，台电紧急抢修，目前也有8000外户停电，多数集中伫山区道路受阻碍地区。也毋过，台电已经调派各地支援的抢修队甲空气机构台东，全力拼今暗11点恢复供电。几乎都是位在山区那有的都树木倒断没办法通行
官府目前也在评估各种灾害损失，估计农损都超过9亿。官府希望中央也伫立法院审查的丹那西风台甲7里8大水河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搁特别击败洪灾，协助台东县重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咱镜头落南来看，屏东伫恒春半岛呢，嘛是因为风台雨落了真凶，满洲、恒春到茶城呢，几啊笪拢有积水。其实根据这气象署的资料，伫恒春地区呢，短短1点钟来，这累积的雨量都有98.5毫米，这个数字是全台湾上界济的。也毋过呢，这水嘛退了真紧。今仔日早起，这镇公所甲国军嘛随出动协助清理家园，互当地人会当安全出入。沙这水灾，甲这个水恐怖。黄色的土石甲大路规个砍掉咧，完全拢看袂到路面。满洲的港口溪水嘛得要填出来。13下晡，洋流风台带来大水雨，造成恒春半岛甲满洲地区几来所在出现积水的状况。主要是洋流风台的风台尾，互恒春半岛带来短时间大量的降雨。恒春镇4区位啊，短短1点钟。累积雨量就达到98.5毫米，地属恒春满洲青城道路积水。不过要暗仔时雨势变细了后，积水半点钟就真紧拢提起啊。3点开始吼，忽然间一个强降雨吼，差不多30分钟，安尼就规个恒春镇几乎所有主要巷道、主要街道都造成积水。深度呢，大概是就是膝盖以下了。部分家有淹到，有出来靠到出来高压的个啊，那海水倒灌啊，是安怎就拢塌掉咧。13下晡的短时间雨量有超过排水系统的水量，不过因旧年有启动水沟的规划甲检讨，甲2年中限期的保护标准提升到3年，向国土署争取更较侪经费，要赶紧甲乡村的水沟系统进行改善。100毫米的雨，那其实都超过原来我们这个排水系统的设置容量。那所以在宣泄下游宣泄不及的状况之下，那市区才会产生短暂的积淹水。下水道系统整个完整的布设之后，那就可以加速市区的退水与排水。早起天气较稳定啊，恒春镇公所就派清洁人员甲国军来斗3工，甲路面的黄土摒扫清气，互居民会当出入。屏东县府表示，为着避免积水的状况影响到当地民众的安全，有需要的乡镇拢会使申请水门的建置。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另外，伫南投仁爱乡这关山的农作物嘛是同款，因为风台受到损伤，亲像是这高丽菜、甲芳水、碧学等等。在地农民是希望讲，会当甲政府呢来争取到全品项农作的天然灾害现金救助。洋流风台虽然伫南投县无带来真侪雨量，不过起大风造成仁爱乡的高丽菜、苇仔菜、桥仔瓜、面豆等等，以及清境地区的芳水有利拢受损严重，温室的设施嘛受到风台的损伤，对仁爱乡造成真大的影响。香水百合每2把，夏季都有1把来自于仁爱乡，那这一次可能会有受到部分的影响。好，那蔬菜方面，高丽菜啦，或是敏豆啦、节瓜啊，受损率可能会达到3成左右到4成。南投仁爱高山地区因为是食方面受灾较严重，南投县政府农业处表示，农民若有受损，会当直接摕相关证件到乡公所申请灾损补助。蔬菜的部分啦吼，会使请咱的民众吼，毛顺着灾害较紧吼，摕到咱相关的证件来甲咱的公所来申请。因为农业设施的损害嘛，关系到后续复原的进度。这个南投仁爱清境地区，有利温室的鸡仔、塑胶布拢受损。南投县府农业处强调，嘛会请农业部赶紧甲这个部分来一补助。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这洋流风台过境台湾伫云林呢，虽然讲无落大雨，也毋过部分地区是有透小风。正伫户外菜生呢，即马是有大冷气的状况。在地农民是希望这政府会当帮助因渡过难关。早正好无几天限时，叶啊有淡薄仔变黄，有的甚至连气死去。因为洋流风台侵袭的影响，虽然云林即届无落大水雨，不过台湾中部地区雪透火烧风，部分菜西山区受影响。啊，你长中岛就吹小风啊，或者啊就是有哦，叶黄啊，伊就是拍水风拍落啊，影响就足大个啊。尤其是若叶菜类的啊，叶啊拍伊就是黄啊，黄就烂有可能啊。
就减少损失啊。有农民透早就紧来菜园压水，避免叶仔去互大风吹冷去，灾情扩大。若即搭角豆园，分林农民是讲，用了风台带来一阵一阵的强风，甲火吹落去，影响结果率。有一粒，这粒就是会崩，会长秋葵。如果花体少掉了，这自然掉的，它就会内底就一粒秋葵，提早掉了，迄粒就花去啊。农民讲，伊做3分地的角豆，因为当若是风台，也有728大水害的灾损，都敢若剩1分地会当收成，即个损失还阁估计。记者采访报道。另外，伫高雄嘛是同款有大风雨的灾情，伫山区的桃园即带呢，真侪搭这车路甲主体拢受到损害。另外，伫高雄市内受社会主体水管落去，这公共区域呢是规片拢咧漏水。另外，南仔溪受饮料店这冰箱互大风甲掀倒去。规栋铁皮厝互强风吹变挂伫路边的边坎，也有厝顶无块。由于风台13带来强风大水后，高雄山区的桃园区真侪路面体拢损坏。台风发布之前，他们有去清过一次，但是因为瞬间的雨量太大，所以导致于说那个可能因为楼上有花园啊，小花园，可能那个落叶啊跟那个树枝。把作用卡住。说那个13楼淹水啊，请其他的那个楼层的客户有空上去帮忙这样子。另外，市区风雨共款行人，凯旋青树下梯，B栋大楼技术因为厝顶排水孔和叶仔塌掉咧，未付排水。13楼公共区域漏水，差点淹入去徛街。事后听到广播，主动到13楼协助扫水。快5次了，第一次是我电梯里面会漏水，逃生梯会淹水下来。每一次发生淹水的时候，他们都会做不一样的措施啊。14到社梯有住户讲，B栋也有一部电梯故障，因为凯旋青树社梯漏水已经不是第一摆。高雄市政府表示，严格要求厂商来修理，搁清查漏水的主要原因。确认漏水的主因，主要是因为水管接头的松脱。目前厂商已经紧急派工进行修复。预计今天之内可以完成。用了风台后，高雄市区出现10级风。南门溪这间饮料店白色冰箱13尾暗晚，互强风吹甲倒落，另外一台比人较悬的冰箱店头家食了冻掉咧，也是差点冻不掉。有稍微做那个把它固定住了，但是还是顶不住。店头顶一摆单那是风台都被吹倒一台冰箱，这摆冰箱直接报废，互店头真心痛。早起继续整理善后，连续风台大水后，高雄一直出现灾情，民众盼望风台莫过来，才袂阁造成灾损。记者综合报道。好，同款是伫高雄来看，即届风台雨呢有涂骹的人空挂，是因为淹水，唔知影浮去倒位，落尾转害一台乌多摆呢直接安尼载落去，加在人是敢若轻伤尔尔。另外，伫前顶区呢是有老大人为着爬起去修理厝顶，结果人对3楼尾转安尼跌落来，落尾是不幸归亡。水崩风雨真大，救护车用上紧的速度赶到现场要救人。13下晡3点外，鉴定分局接到报案，讲有人对楼尾顶跌落来，警消赶到规将人送去病院急救，最后也是不幸归亡。根据了解，死者是77岁姓张的查甫人。家属讲，因为长做公胎，查某囝的房间漏水，死者走去伫3楼尾船，疑似因为风受透，甚一个对楼尾顶摔落来，地着厝边的杂货坪，都跌落来倒伫涂骹。厝边讲，死者做人真好，哪会出一款意外？啊，恁昨有听到救护车的声？有救护车，我是出来甲看，哎呀，落地落遐大，啊，我唔知讲倒伫涂骹的是啥。另外，伫南仔溪水滨路甲海泉路口，有人空挂，因为风台雨伤大，淹水淹甲碰进去。落雨时山摆，63岁姓肖的查甫人桥倒摆来到遮，规台车都安尼载落去卡伫坑口，加在有倒摆冻掉咧，人才无跌落坑底。肖女四肢擦挫伤无大碍，经远景实施酒测无酒精反应，于现场交通疏导，并通知相关单位将人孔盖恢复原状。风台地区的交通意外，还有红山一件，24岁姓邢的查甫人驶货车来到中仑路，疑似对向有轿车为着要闪树尾偏过来，货车为着要闪轿车往正边偏，就安尼连人带车驶落去边的水沟底。警方赶到场，货车驾驶已经家己走出来，加在人无啥要紧。驾驶手部受伤未就医，酒测值为0。初步肇事原因研判，陈男未注意车前状况，详细肇事原因仍需待交大判定。这摆风台天风强雨大意外济，尤其昨暗高雄扫着风台尾，规个市区一直上大雨，加在时早起就转好天，无阁传出意外。
记者柯家如柯昭阳高雄场报道。好在风台一个走，今仔日一透早呢，伫个金门机场就上百个旅客咧等候补，也来即个小三通方面的这金门下门中昼12点半开始，也来恢复营运。说人山人海呀，我昨天晚上凌晨4点就来排了，今天呢？希望可以回去呀，那么多人。补得上啊，有时候补了40-50个了。看。因为现在关起来的，这个还危险点。你第一班弄不到1点半嘛，应该补得到。一透早在机场就有上百个旅客咧等候补，今仔日中昼过呢，金门机场是陆续有班机来起飞。根据这立英航空的资讯，即马是为着要来消透人阵，所以有加开加班机。今仔日下暗有2班会飞转来台北。另外，金门下门航线呢，嘛伫咧中昼12点半恢复营运。好，这粒洋流风台呢，昨是对台南的7股来出海，沿海出现14级的强阵风，这自雨所砍的这布棚拢互扇歹去，灾民是怨叹这市政府咧叫的这工程呢，到打要是无消无息。另外，伫台南溪北地区呢，昨暗是有29000外户停电，目前已经恢复到城。今日台南7股受灾户徛家，本只打看破的布棚，规个拢总渗落地。客厅房间一只欠天，雨水灌入来，电器害了了。13洋流风台对7股出海，地区沿海出现14级强阵风，济雨的布棚拢总歹去。在地济灾民反映，甲市府登记大地厝已经等1礼拜外，工程拢无消无息，因毋望政府卡步通较紧嘞。来了10几工啊，娘较紧吼，含报价都无，阮规个物件拢去等你去等你，到底是安那嘛毋知，是有要买好还是无要买好？你嘛是看无就对了。看无啊，毋知去看，毋知做啥好，真正看无。政我嘛毋知影要等政府等啥，嘛等古话话啊，嘛毋知咧等啥。因为第一厝顶若无砍开，厝内你就无在条整理啊。水利局回应，因分8颗小去领用7股18日，逐工拢有去做风时评估，参施工顶工课，有积极协助灾民，配合恢复家园。那另外一边，昨暝溪北地区停电将近29000外户，那半暝有工人咧赶工，透早台电嘛加派工班去各地抢修。目前台南有9成电拢来啊。是总共有260户，那经过这个水利局这个努力的媒合之下，已经有208户同意。那其中呢，已经有18户已经有签约，那2户已经完工了。这是昨天台风把高压线用断，我们是来复原。大约我们的人次是20个，包括学员。我们已经复原完以后，准备送电。风台过后，这阵好天出大日头，灾民赶紧咧摒扫厝内，马紧甲布棚砍转来。平常时无风无雨，通也叫一定保护。灾民若希望通赶紧恢复正常生活，嘛建议市府会当做审查小组来看实际状况，增加补助金额。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嘉义县市的这届风台，虽然讲无造成严重的灾情，不过要是有树啊倒去缀到这个线路，造成上万户停电。这台电嘉义区处是表示讲，已经有升调人员甲设备，会用上紧的速度来恢复送电。台电人员赶咧修理因为风台受损的线路，中度风台洋流虽然对嘉义地区无造成严重的灾情，不过也是发生停电的状况。台电嘉义区处表示，13下晡风台对嘉义影响无遐尼大了后，维修人员就连夜来抢修线路。顶届迄风台吼较久啦，停5-6天吧。即届就较袂啦，会知影。昨下晡停电停到10点半。昨天我们就是整夜都有人在那个同事就有在修理了，是先把那个村庄他们那个民生用电先送电。台电嘉义区处统计，这届风台伫嘉义地区计共造成10217户停电，主要停电的所在拢伫布地埔主义伫遮沿海乡镇，佮有阿里山地区。停电的原因除了有树啊地着以外，加侪嘛是因为电线扣风吹甲断去。像昨天那个从下午开始，它台风登陆的话，它就看线就是这样一直摇摆，它就会导致我们那个短路线路短路。台电嘉义区处表示，为了这届风台，拢有加派人员甲设备要来进行修理的工作。但是即天接近中昼的时间，嘉义县阁有1300户左右也未复电。嘉义区处表示，会继续加派人员协助电力的恢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来看这针对美国对顶关税呢，咱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是邀请到相关部会来报告。经贸办是表示讲，台美即卖呢是犹搁咧谈判，咱国内产业的应用的部分是会搁加200亿。也那外交部是强调讲，会来强化台美之间伫高科技甲制造业的合作，也甲美国表明讲，咱台湾是 AI 领域真重要的优盘。美国对顶关税7开始，行政与经贸谈判办公室证实，税率是调加目前10%的暂时性税率，引起在野党不满。那为刺卡心各样抨击，促加树顶脚踏车产业为例，或者政府重视对咱的企业的冲击。最常穿的针织衫的产业，它原本的关税就高达32%，加了20%以后是52%啊。实际上，我们都有注意到，我们讲平均值是在指的是我们有82% 以上，现在输美已经都是零关税，在工业产品上面。你要说纺织业没有在被出口吗？你要说橡胶没有被出口吗？你要告诉我自行车没有对美出口吗？请问我们原本要振兴产业的900多亿，有没有要往上调？行政院会通过，会增加200亿的这样子的规模。但回心证实，因应关税冲击，国内产业进行方案的扩大规模，也强调台美目前依然在谈判。但除了主张将对顶关税甲232条款合并讨论，争取更较合理的税率，更要求卖调加。像韩国的企业界啊，它的关键人脉成了这个的谈判很重要的这个助力哦。国内的这个企业有没有参与？不论是这些 Google、Apple。都是台湾这些我们主要的产业代工的密切合作的美国企业，所以呢，就台湾政府来说，我们一定会透过各种的企业的人脉或者各种的管道来协助。台湾是现在几乎是唯一被降的这个所谓暂时关税，但是还保持谈判，就等着川普总统最后综合考虑。那也代表我们谈判的团队努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时间。面对川普政府各项新政，外交部也表示，会伫台美经贸互补互利的基础，继续向美国反映。台湾是美国广告 AI 领域领先地位真重要的优盘。经贸办也指出，若达成协议，会马上向社会完整说明，相关政策基本本送国会审议。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这波对顶关税呢，嘛来冲击到全球药品的供应链。咱卫福部是有提出4项应对的方案，也毋过贸立法委员是提示讲，这卫福部应该就爱来重视健保抬价，也佮有欠药啊的问题。另外，咱本土药品的量能嘛是关注的焦点。美国对顶关税唔但冲击各大产业，也牵动全球药品供应链版图。台湾也受影响。卫福部长柯泰源表示，政府除了积极向美国争取有利的条件，也会启动药品强化供应路径，提升药品度比，确保药价合理，甲鼓励在地制药等4大策略，专业稳定供药。拥有许可证的国外许可证的一些厂商，能够备妥他们的药比如说在制剂方面，我们希望要备存3个月，原料要有6个月有立委点出台湾药品供应存在真侪脆弱点，包括健保普及甲欠药形成恶性循环，造成达到第8季药品特别卡欠货。也毋过健保署长赵宗良强调，只要提出合理成本，计销是会当调整的。过去1年都提完200项。我知道您也允许他们来申请调涨，如果是因为这些尤其是关税这些影响，那你知道要多少时间吗？在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药品里面呢，我们都有预警制度，说如果你要可能会有缺药的情形，你6个月之前就应该要来通报。有立委提醒，面对国际情势变化，台湾需要重视药品供应遵循的问题，加强国产量能。逼着台湾是不是要去认清我们自己药品的供应韧性，能不能不要依赖进口的事实，而是要加强我们在地生产的量能。本土制药量能甲关键药品度比制度，拢是外界关注焦点。安怎兑现稳定供药承诺，也是卫福部爱面对的挑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8月23，这后三场中客公投就要到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有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是落南去到高雄来宣讲。朱立伦是强调讲，这民调显示讲，其实大多数的台湾人呢，拢要是支持继续胖。也那咱总统赖清德，伊是强调讲，这核电安全是科学性的问题，唔是靠公投就会当解决的代志。不能这样吧？非核家园是当年招生卖点。
国民党早起发布同意核三公投的公告，呼吁支持者投同意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强调讲，针对核能的问题，全世界的趋势拢认为爱烟药。根据民意的调查，嘛显示大部分的民众支持烟药。昨天，赖清德主席赖清德总统又创造新的一个名词，不是票多的赢，就是他心中的民主，不是公投可以决定的，意思就是他是个独裁者。兼做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13日中常会强调讲，在还未经过安全检验的程序，甲予人民充分了解风险甲成本的资讯进前，就做核三重新启动的公投。这款的公投根本无法度确认百姓愿意承担偌济风险来重新启动核三。823公投，我会去投票，我们一起投下不同意票。面对核电议题，安全是社会最大的共识。我们都知道，安全是科学问题，不是公投能够解决的。罗总统强调讲，政府自来的立场拢是伫咧核安无问题、核废料有解放、甲社会共识3个原则来面对核电的议题。8月23重新启动核三的公投就伫要到啊！在野党做伙催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日暗时嘛会落南去高雄做伙宣讲。朱立伦嘛讲，稍后来会举行各地宣讲的活动，包括云林、台北等等的所在，希望互核三烟药确保能源会当稳定供应。记者综合报道。好，除了这公投以外，8月23嘛是第2波的罢免投票。来看国民党立委林书明的罢免案说明会，这领含人谢丁丁，伊是强调讲8月23就是真正的战场，呼吁民众就要用手认的选票来作战。也那林书明伊本人是无出现，干那讲伊咧无用公务。8月3罢免国民党立委林书明面临罢免挑战，也过说明会进前，抱团说博出反应。头头人谢丁丁嘛无确定敢是出席，也过就是有缘无有景出现，强调8月3这是这期真正的战场。批评林书明配合党意，煽动无算个人沟通违规欠税，判下假评回应。尽全力抹黑罢团，血口喷人，公然造谣罢团联署造假，刻了600多个印章。在您神态自若瞎编这些抹煞志工努力的谣言。只不过说明会变作是谢丁丁一个人来讲，林书明无出席，表示分袂开心，优先到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修治所得税法的修正，也反映抓头人甲罢团闹袂合，凸显罢免无正当性。考量的是我们的民生的一个议题，包含我们关税的议题，包含我们救灾的议题。我想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啦。这些罢免的议题，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随他们起舞了。7日6罢免拖烧到8月3罢免，调野对立家党，卫福部政务处长林正基顶日出现挺罢免干反刑，因为政务官的身份引起争议。民众党总调黄国昌点名将立委所提分，但伫跳伞会董事长煞伫上班时间导致大罢免，积极行政无中立。他的身份是不宜。哇，这么模糊哦，用不宜哦。是不宜还是不应该？不宜不应该拢小刚啦。政务官这个行政中立的这个部分因为法治的部分现在一直还没有办法通过嘛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两位目前有没有进度？我觉得真的需要更多的一个讨论。8月3有核三公投甲7位南委罢免案登场，中选会对宣传事项做出提醒。千万不要在这个公投的宣传当中去夹带这个有关选举罢免的事项的一个宣传。另外，罗总统讲，行政安全袂当用公投决定。李进勇表示，是依法办理立法院交付的公投案，只会将选务办好，其他的无评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关心，因为洋流风台的关系，桃园机场呢，昨是本来的航班拢有取消。其中一只泰外在航空这飞行机呢，落尾是改降落伫台中机场。也毋过，这机长呢，煞毋想互这乘客落去，伊讲要阁飞转去桃园，就安尼伫飞行机顶等超过3点钟，互乘客拢真受气。有人想要飞回桃园吗？没有，没有，对不对？他们说是机长决定不让我们下的。霹雳567的机长不让我们下去。飞机内面的旅客等下挡袂牢，因为飞机就已经降落台湾，所袂当落飞机。有真侪人等下头光吐，身体无爽快，无通食也无水。在桃园机场降落3次不成功，被迫降落在台中的机场。但是泰越捷航空公司他们不愿意让我们下飞机，我们在飞机上已经受困了3个多小时以上，我们的孩子
非常的不舒服。这台台湾籍航空 VZ567航班13日到自日本关西机场飞桃园机场，本来下昼2点45要降落，不过因为风台乱流，试3遍拢失败，尾下暂降落伫台中机场。本来就是讲已经结束啊，无想到讲机长说讲要搁飞转去桃园机场，也不准旅客落飞机，大家伫飞机内底等3点外钟。飞机摇摇摆摆，真侪旅客惊甲一直发声，因为用流风台影响班机一日降落的时阵真摇摆，所以旅客拢无愿意搁飞转去桃园。但是机场的人员甲旅客对话讲袂对同，双方无强势，旅客批评敢若是伫咧杀责任。对啊，机长一定是做好最好安全的准备才会。多少在空中的现在多危险，我们在地面的还要跟人家去抢位置，我们在那边吵的过程，我们都已经可以回台北了，好不好？所以是航空公司决定的吗？到底是航空公司还是移民署的决定？到底是哪里的决定？移民署也是有，因为有转机，他也不可以接受入境。我觉得你们好像互踢皮球，不接受。重要吗？因为有转机，人命比较重要吧。尾台湾籍航空公司回应，已经和旅客落飞机，安排交通工具，将所有旅客拢送登去桃园机场，和添加挡袂掉的旅客，总算会当登去厝。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同款是伫桃园国际机场来关心的是飞安的意外，昨日受飞机咧降落的时阵去找到涂骹。国际机场这边表示已经照规定来汇报，也那运安会也回应讲已经甲相关的记录器拢甲查登去，会来立案调查。飞机伫跑道降落，煞找到涂骹出现火星，惊险降落，或者再是安全。这件事故就伫咧13暗时8点12分发生的。一台 UPS 飞机5X61航班降落桃园机场的时阵，好亲像机身边向风正头，发动机煞去找到涂骹，引起众人议论。严重的来讲的话，会停飞，因为毕竟来讲，这个部分是归责于飞行员的技术，因为你不能把它归责于什么天气不好啊怎样情形。飞机正边发动机明显受损，针对找到跑道事件，桃机公司发声明表示，运安会已经指派调查官到机场进行相关的调查。机场公司完成清除外物、碎油啊，也甲道面下修补了后，伫暗时11点38分，重新搁开放北跑道，搁再会当双跑道运作。事故发生之后呢，运安会就立刻派遣3名的先遣人员到事故现场去搜集资料，包括人员的访谈，那包括这个记录器的一个取得。运安会表示，已经甲航机点管相关记录器带回，透早嘛已经开会决定，由运安会立案调查。若是时程表，就要搁看后续案件伊的进度来推算。记者采访报道。气象署即摆已经解除用柳的风台警报，不过呢，嘛是着爱提醒民众，今仔日在东部甲新竹以南下晡，也是有可能会落雷公雨，而且呢，这雨会落甲真粗。另外，目前伫菲律宾南海附近呢，也阁有云系向北边咧刷振动，所以礼拜到后礼拜一这段期间，全台湾天气也是真无稳定。风台用柳来真紧嘛，走真紧。拜四透早，气象署嘛已经解除陆上警报和海上警报。气象署表示，风台虽然离开，不过拜四东半部、新竹以南地区伫咧过昼了后，也是会落雨，而且雨势会真大。拜五、拜六东半部、苗栗以南嘛要注意过昼了后的雷公雨。东半部地区还是因为风向的关系，偶尔还是会有一些降雨出现，雨量上面断断续续的，可能累积还是稍微的比较多一点。那至于在西半部，早上其实都是比较偏晴朗，但是到下午的时候，特别是在苗栗以南的区域呢，比较容易会下雨。那山区的午后雨也是比较剧烈一点点。气象署表示，刷来礼拜到后礼拜一这段时间，菲律宾南海附近有云系向北平刷，所以全台湾拢会进入无稳定、各地落雨的天气形态。随着南海附近到菲律宾这边的这个低压区，那甚至一路延伸到琉球南方海面呢，这种低压带比较有可能会有一些云系发展出来。那所以随着风向的带动呢，台湾附近的降雨可能是比较多一点。风台离开了后，各地开始开放高温小热的天气。气象署指出，西半部伫咧33度至35度，华东地区伫咧30度至31度，也那外岛地区的澎湖、金门、马祖是29度至32度。气象署提醒民众出门加啉水，避免着沙。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
刑事局是有查到一件对花仔的这个诈骗案，这主嫌呢是甲民众讲，只要对8档的花，安尼就当保本保利息，你落56万入去，安尼8档的时间一个到，就当领到200万至900万。有负责人是真正去互怪去，落尾是警方出面，才总算甲伊的退休金甲保护掉。那家会动作多可以吗？哇，你这样来跟那个老人家来到同类的。被骗的负责人拄要甲人变交现金，拄着警方惊做工地保全，当场查扣诈骗集团的车手，才知家己受骗，好加在保住家己100多万的退休金。配合周边道路正在施工遂乔装工地保全头戴工程帽，在现场埋伏，是被害人将款项交付给车手之际，当场冲出歹人现场查扣手机、现金新台币160万元等。负责人家属向警方报案，讲诈骗集团用假投资、有高报酬来骗人。虽然警方一直考劝负责人有缘半信半疑，拒绝协助。共款用假投资诈骗的案件，毋单止一件，调查局甲刑事局等单位合作，侦破一个假合会非法骗钱。诈骗成员用新8年合会，讲保本保息，若投资56万，投资8年期满，营领200万到900万的标花利息，每年投保率上悬将近190%。成员各地全台设42间分所，办投资说明会，根据参加人为该发奖金甲介绍金，骗因各招人入来。现场查扣迈拉伦、宾利等名车，并向法院申请刑事裁定，扣押案关金融账户及不动产，查扣不法所得近30亿元。假合会真骗钱，受害民众将近3000人，查扣不法所得将近30亿。治安专家提醒，若听到这话术，都要注意是不是诈骗。如果你在进入一个这个投资，那这个投资的机构会要求你或暗示你要做这个拉下线的动作，这基本上都是诈骗。专家呼吁，最近诈骗集团会透过大官方合法网站或者是网络平台，在投资广告骗被害者。投资进前ICT 检查证才避免被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一个高中学生昨下课咧坐公车的时阵咧，伫车顶互一个男性甲揽条条，其他的同学看到是赶紧甲录影报案。警方落尾是查到这个涉案的男性原来是有性骚扰的前科。这个客运业者是呼吁民众，若准有拄到性骚扰，就会当直接来通报司机，确保家己安全。伫真客公车顶用双手环条的姿势，拄啊甲女学生闪起来。台中市丰原区某一个公立高中的学生，13下晡下课坐700路公车，好亲像去互一个查甫人性骚扰。当时坐车的学生囡仔联络警方报案，警方到尾伫丰原转运站拿查这个查甫人。其他学生讲有听到这个查甫人的代志，坐公车拢会特别提高警觉。学校表示会持续关心查某学生的身心状况，并提供协助。这是嘛，甲全校学生宣导提升自我防护意识。我就看到，就是有说有人从后面环抱这样子，我会大叫吧，就是让车上人知道。目前我们就是持续关注这个学生的状况，然后提供他必要的关怀协助，还有辅导的协助。议员讲，这个47岁的姓严查甫人定定甲人性骚扰，警方嘛查出伊原来有性骚扰前科，13个涉嫌对女学生有不当行为，被告人当场提出申诉甲告诉，后续依照性骚扰防治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依规定通报性骚扰案件申诉及儿少保护通报，全案警询后，依性骚扰防治法第25条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我们驾驶是完全不知情，学生呢他们有自己报警，所以他开到丰原转运站的时候，警察已经在那里等。客运业者讲，这个女学生当时无通知司机，是通报警方到落车地点拿查。公车顶若是拄到性骚扰事件，标准作业流程会甲车开到警察局，也是甲警方约定附近的地点逮捕。呼吁民众当时就会当通报司机来处理，确保自身的安全。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花莲一间长照中心，互人检举讲，这是一个外籍看护咧，甲老大人洗身躯的时阵，竟然开网络的直播，而且呢，这影像已经伫线顶开始咧流传，这也侵犯到人的隐私，也牵涉到违法。这代志发生了，长照机构已经甲这个看护停职，也若即马卫生局也介入调查。
坐伫轮椅顶悬行动不便的这个老阿伯，当要说分数，不过这个为菲律宾来的外籍教学员却开直播，甲过程公开，主动时就引起真侪网友的不满。有国内教学员讲，外籍的教学员开直播已经是真肃常的代志。他们可能不会觉得怎样，因为以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说，因为他是外籍的，他也不是台湾的年轻人。我们认识的很多外籍的都很喜欢玩啊。当教机构接到消息了后，随甲这个外籍教学员停职，嘛开始调查伊到底翕偌济这款直播的影片。这个涉案的教学员讲，伊是咧做生活的记录，直播并无任何的收入。该名照服员声称，他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是不知道可能会涉及相关的法令。那我们也主动的联系，就是昨天接受这位照服员照顾的相关著名的家属，主动去说明这个事件，然后并且也向这些家属致歉。卫生局表示，用影片散布教学行为，无论是护理之家或者是长照中心，拢有可能违法。不过因为目前看到的影片，无法度辨识这个防翕的伊的身份，敢有犯着各处罚，也会厘清，会先依法甲这个机构裁罚。因为它是属于护理之家，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用所谓的护理人员法那去对这家机构做适当的裁处。那目前的依照法则的话，大概是处6000到3万元。根据调查，这个外籍教学员伫护理之家上班差不多年外，主要负责桌面的生理清洁、生活甲食饭等等照的服务。目前这间机构拢总有56个教学员，外籍的占23个。目前嘛伫咧理清其他的教学员感受相关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前几日伫咧南海海峡呢，是发生中国船去掠菲律宾的巡逻舰，结果呢，煞家己人烧亡的这个事件。这美军昨是派2只军舰去到事发的现场，因讲因是照国际法有航行的自由，也毋过中国煞表示讲，这美国呢已经严重侵犯到中国的主权，所以甲因警告，而且甲赶互走。这只菲律宾海巡小型飞行机有载路透社的记者，伫红岩岛的空隙受到警告。一只中国的战斗机直直挖来，上近差不多61公尺，而且伫咧飞行机的后壁顶悬，甲北岛边咧飞，持续差不多20分钟。这是红岩岛有争议的海峡，菲律宾甲中国持续紧张上升的情形。双方为着遮有丰富的渔业资源，请在伫咧海面对徛。菲律宾13巡逻飞行的时阵，发现至少有4只中国的海警船，甲几架借去菲律宾辨识做是海顶民兵的船仔，伫咧红岩岛的附近咧航行。配合辅助中国海警甲军舰的行动，迄天美国海军驱逐舰“希金斯号”甲金华作战舰“辛辛那提号”真紧进驻，驶去离红岩岛差不多55公里的所在，去互中国海军的军舰跟踪甲监视，并无发生冲突。Caravan, together with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media, was able to monitor the presence of 2 U.S. Navy ships, DDG-76 Higgins, LCS-20 Cincinnati. At a distance of 102 nautical miles from Zambales. 美国海军表示，以国际法这片航行自由，嘛是这年来航行甲非法自由行动的惯例。这个举动，互中国是丢卡断地。中国军机军舰捌伫相关的海峡甲空域，几下届甲美国军舰军机近距离接触。10日，菲律宾海华防卫队收到暗号，伫红岩岛附近护送援助的物资，要互当地渔民的船仔。一只中国海军护卫舰，甲一只海警船，伫离红岩岛差不多19公里的所在，想要阻挡甲驱离的时阵，无细日去弄着。代志发生的过程拢轰录起来，引起西方甲亚洲真侪国家的关注。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尼森10日谴责中国，这个举动实在伤过匆忙。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美国总统川普和欧洲的领袖这视讯会议昨已经结束。川普是表示讲，8月15日会甲罗西亚总统普廷伫阿拉斯加来会谈，因的目标就是要来争取俄乌停战。另外，川普嘛有同意讲，这领土的议题就要乌克兰参与了后才来做决定。若是罗西亚唔停战，安尼会有严重的后果。Any consequences if Vladimir Putin does not agree to stop the war after your meeting on Friday? Yes, they will. Yeah. What will the consequences there will be be? Sanctions, tariffs? There will be. I don't have to say. There will be very severe consequences. Yes. 美国总统川普13家欧洲的领导人视讯会议了后讲，这是一场正好的通话。会后，欧洲的领导人因态度正乐观。川普甲欧洲的领导人讲，伊伫咧阿拉斯加的目标是争取莫斯科甲基辅之间停火。C'est que les questions territoriales qui relèvent de l'Ukraine ne peuvent être négociées, ne seront négociées
que par le président ukrainien. Es gibt Hoffnung auf einen Frieden in der Ukraine. 因为15摆过，美国两大国家领导人伫阿拉斯加的峰会准备的时间真赶，欧洲各国并无直接参加。一般认为，这个视讯通话是美罗峰会进程，欧洲领导人想要甲乌克兰利益甲欧洲安全议题放伫咧议程的优先事项，想要这边机会。If the first one goes okay, we'll have a quick second one. I would like to do it almost immediately, and we'll have a quick second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Putin and President Zelensky and myself if they'd like to have me there. М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выпрашиваемые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консультации ка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ичтожное действие. 自从顶礼拜宣布将会举行美罗峰会了后，川普搁着便讲到，基辅甲莫斯科之间交换土地的想法，互乌克兰甲其他地区担心，川普可能准备要接受普京长期以来主张，要摕到大片的乌克兰领土。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仔日8月14日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这民间团体是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来修订课本，或者历史的真相会当更较完整。另外嘛，希望讲会当来设妇女的人权博物馆，互民众伫和平的时阵会当培养出正确的性别观念。疫情结束到今已经80年，慰安妇议题也有真侪需要讨论。8月14日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有民间团体去做网络调查，发现有超过70%的民众拢是透过课本来了解慰安妇的代志，但是课本的内容却真无完整。民团除了呼吁政府爱修订课本，让学生对慰安妇的历史有正确的了解，也建议把慰安妇证明做军事性奴隶。108课纲应该要加入慰安妇，也就是军事性奴隶的主题，而非只是在说明栏里面。每一位学生都有权利知道历史真相，并且获得正确的女性人权教育。民间团体嘛表示，现代伫咧国际上发生的战争，女性受到性暴力的状况嘛真侪，所以妇女团体嘛建议台湾政府要成立妇女人权博物馆，若是要呈现历史，嘛要互民众伫和平的时阵培养正确的性别观念。我想要呼吁的，也就是国家性别人权、妇女的人权博物馆的一个成立，让大家能够去看、去了解所有的文物全部呈现在那里，让你能够亲身感受到战争的残酷，看到那些的女性小孩的受害。民间团体指出，历史的伤痕袂因为时间消失，政府要针对慰安妇这个议题，提供完整的历史和性别观念的教育，每一代台湾人拢知影这个议题，和历史的悲剧莫阁重演。记者桂宗林、曾春佑台北报道。咱政府对民国112年开始，就有来扩大禁止食薰的场所。即马为着要知影这个场所到底敢有彻底来施行，所以国检署是委托到消基会来做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室内也是室外，这合格比率是有94%。为着要保护囡仔甲无食薰的人，政府对民国112年3月份开始扩大禁止食薰的场所，包括幼稚园、学校等等。国检署委托消基会去做调查，透过调查了解民众对袂当食薰的场所知影偌济。伫遮的场所实行禁止食薰的效果，总合格率是94%。病院外口甲学校也是真侪偷食薰的状况。因为以为说医院里面不能吸烟，所以就到医院的外面就去吸烟了。但是那个医院所在的场域不管是室内或室外，都是我们禁烟的场所。这请麻烦帮我们宣传一下哈。那另外校园刚刚讲比较常见的是有烟蒂，所以一定是有人在楼梯间抽烟。消基会讲，整体的调查，禁止食薰的环境已经改善真侪，因希望互无薰的环境会当愈来愈普遍。国检署表示，为着卖互民众伫公共场所sử着二手薰，为好部队今年开始，甲相关的政府单位、社区合作，互禁止食薰的标示会当更较清楚，透过图文、社区平台等等来推广。我们希望呼吁能够有一个干净、健康的这个无烟空间，让大家的呼吸都可以不用那么辛苦、那么费力。所以我想，这个禁烟的宣导是一直都要做的。那尤其是我们也发现了去年这个调查的结果，确实因为民众可能还不太了解禁烟范围的扩大，所以有一些就是还是会违法的这个情形。根据 WHO 统计指出，二手薰造成全世界超过120万人死亡。国检署呼吁民众
禁止食薰的场所，毋但只有室内，室外嘛同款。希望民众做伙来创造无薰的环境。记者陈心东、社桂林台北报道。伫新竹县内，拢总有211间庙寺，也是教会等等的宗教场所。今年呢是来启动宗教场所 ESG 的评鉴，希望用鼓励的方式来发挥宗教的影响力，斗阵为环境来贡献心力。向委员解说教堂推广环保所做的努力，新竹县当中有211间的寺庙、教会等等的宗教场所，为着要打造出环保信用文化，这边是全国第一个为宗教场所来办 ESG 评鉴的县市。透过其实 ESG 的这个宗教场域的能见度，跟大家分享，其实宗教并不是只有敬礼啊，或者是一些仪式，然后也可以透过这方面来认识教会，或者认识其他的宗教。评鉴委员讲，评鉴内容包括环境永续、社会责任、乡民做标准，而且佫会以对社会公益甲地方贡献，针对无共规模、无共型的宗教团体做出评分。节能减碳啊，还有环境教育啊、友善耕作以及资源回收再利用这部分去评鉴。那社会责任呢，就会着重于它的急难救助、那个公益捐助啊，还有教育跟文化等等的作为。最主要就是我们希望宗教能够来响应我们环境永续的这个环节。那还有就是说，针对这个社会责任的部分，以及呢他们怎么样做一个透明治理的这个部分哦。那我们是分这3大的主轴来协助我们的新竹县的各个宗教场域呢，来把这3项工作做好。新竹县政府指出，只要通过评鉴的单位，拢会有2万到5万现金的奖励，5万透过评鉴甲奖励的机制，互宗教发挥更较大影响力，做伙为地球环境尽一份心力。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立陶宛的保育人员今年3月时阵，伫咧海墘啊有去救着9只海霸，即马经过照顾，要甲海霸放转去海里。也毋过因为这片海域呢，这海霸主要的食物已经强要无啊，所以这挑战也是真济。 9只互母亲放晒伫立陶宛岸边的海霸囝，互保育人员发现了后，带转机构，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冰山渐渐消失，互海霸妈妈生产的所在受到限制，甲其他海霸的生活圈愈来愈密集，造成母的海霸之间产生斗争。海霸妈妈也袂面对家己拄出世的囡仔，所以弃养。 Nes tai, ką mes vadiname klimato kaita, ar ne, gamtos pokyčiais, ekologija labai veikia būtent ruoniukų atsiradimą pakrantėje. Tada būdavo per pavasarį 1 ruonis, 2 ruoniai, 3 ruoniai. Tačiau nuo kokių 2005 metų jų pradėjo tiesiog daugėti kartais 8。 波罗的海和欧洲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包围，后者正做地球上污染上严重的海域之一。 海霸的主要食物鱼类也面临灭绝的危机。即马活跳跳，所以选择互因登记大自然生活。只是鱼源减少啊，海霸囝也爱继续面临食物消失的挑战。公司新闻新罗报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做回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30度到36度。 中部地区是29度到35度，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东部地区是28度到33度，也那外岛地区27度到32度。 以上就是这则下晡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